当下晡2:44，这站规模6.8大地震是造成咱全台湾1个人死亡，146个人重伤。花莲玉里的灾情上介严重，头拄看到倒去的老仔厝，即马已经透明咧拆除，啊那高寮大桥嘛有断去，断做几若节。目前现场的状况是安怎？咱即马要连线互台记记者林书豪，请书豪甲咱讲。书豪。 记者即马伫咧花莲的玉里吼，因为昨下晡2:44的时阵，伫咧台东的地上发生规模6.8的地震吼，嘛造成咱花莲玉里中山路2段即个厝来崩去吼，嘛造成4个人来受困，不过好佳在拢救出来啊！昨暝嘛经过厝主的同意，花莲县政府透明来拆除来崩去的厝哦，咱即马看到哦，即马一楼。 这个超商的影是已经拢看无啊，目前迄个大型的机械嘛已经拆到厝尾顶，是拆除到一半吼。来，咱即马来做伙来听看卖塔拄啊指挥官陈建伊安怎讲上新的救灾状况。 那这一次我们前进指挥所开设的一个目的，就是派遣从台东和花莲各派遣兵力，先来进驻到玉里地区。那以因应如果后面再有余震造成的灾损，我们可以因应县府的要求，在第一时间能够派遣兵力来支援。那昨天也参加了2个场次的县长主持的这个灾防会议。那目前针对今天的整个兵力需求的状况，我们就是协助这个拆除现场，或是在今天的60担山，它有抢通之后，如果有比较大的这个人员下山，我们会协助地方的警力来做一个交通的疏导，确为畅通与安全。 除了玉里顶上迄厝倒的这个状况以外，吼，咱嘛会使看到伫咧玉里的高寮大桥呢，即马是路拢是闭起的。咱嘛会使看到头前就是高寮大桥本来的桥吼，伊即马已经拢起一边嘛，已经断甲密密麻麻啊，看起来是真恐怖。听讲昨嘛有3个人落落去桥骹，毋过拢已经救起来。即马咱嘛会使看到下骹的沙石车嘛是互桥安尼搭咧。另外伫咧对面的赤科山呢，昨嘛有 民众是受困伫咧山顶，毋过伫咧透明的抢救了后咧，已经拢小连续伫咧今仔日的时阵会落山。根据咱的了解，苏贞昌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会伫咧挖道的时阵来到现场来做视察，伊会去现场嘛会去病院去关心，因为即边地震来受伤的人吼。以上就是记者伫咧玉里上新的状况。